好啦，今日講咧就係咧生仔需唔需要考牌嘅？其實我係好建議咧，政府甚至全世界立法咧，生仔之前咧係需要上一上堂，因為咧其實咧好多社會問題，例如你教個小朋友教得唔好，到佢大個咗，然之後成為一個社會嘅負累，成為一個社會嘅問題，甚至罪惡嘅源頭。我發現咧，而家咧即係好多時咧，你會睇到嗰啲論壇啊、網上甚至 Facebook 啊，即係問埋嗰啲問題咧。譬如佢已經發到40度啊，應唔應該送去醫院啊？我話俾你聽，梗係要送去醫院啦，係咪？呢個問題你問本身就已經係愚蠢啦。例如個堂話俾你聽，嗱，你燒到39度，然之後發現佢已經係即係神志不清啦，個小朋友，咁你就需要送佢去醫院嚇。呢個係你嘅父母嘅責任。甚至咧呢個考牌制度咧，你係教一啲好基本嘅，譬如兒童嘅醫學嘅知識，即係佢呢個唔舒服啊，譬如絞肚啊、嘔啊，譬如 BB 嘅時候好多時都會嘔啦，我個女都係一樣啦。所以咧呢一樣嘢，譬如你喺個考牌嗰個課程當中就講到一啲基本嘅醫學知識，咁啲父母咪知道，咦，我個小朋友可能有機會有呢個問題，然之後我就送去醫院等等啦。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可以幫助到即係唔會有咁多嘅悲劇發生咯。唔好講到咁難聽啦，叫考牌啦，個名都諗埋啊，叫強制性父母培訓或者係強制性育兒培訓呢一樣嘢咁可能我哋要每3年上一次如果小朋友10歲樓下，我哋每3年上一次攞翻啲分，有一啲導師可以教人哋點樣育兒你創造咗好多職業啦，係咪？你睇到咧好多社會問題真係好多時咧係因為我哋唔識教啲小朋友。好，我係商道嘅 James，加油！